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礼拜进前，咱先来练习，咱坐伫个礼拜中所要念的圣诗。首先来看圣诗第298首，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这首诗歌的曲应该是大家拢足熟的吼，这比多芬的。这个词就是有一寡要注意的，就是这第3段的吼。华语讲四海一家吼，咱台语要读的时阵，毋是四海一家吼，是要读四海一家，四海一家亲无比。这个第3段的这个所在是文堂吼，毋是白堂。搁要注意咧唱的时阵，伊讲而且第3谱表最后一排，第3谱表的上尾一排，甲第4谱表的第一排是连做伙，就是讲遥疑黑暗无搭我永远是连做伙咱来练习第1段、第2段甲第1段、第3段甲第4段。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仰望心更明，悲伤忧愁救主看山，遥记黑暗无搭我永远快乐。第3段，主你赦免，主你赐福，万受尊崇应称颂。我挑生命一路源头，那海风看水长流，上帝天地基督兄弟，四海一家亲无比人。圣诗第23首，圣诗第23首，赤鸟的主，海洋的主。这首诗歌应该是咱嘛真常咧唱真熟。这个歌词就是用这个疑问就是讲怎样来用怎样直直地问，然后就互咱真侪想象的空间。咱来练习时阵来练第1段、第2段、第5段甲第6。叫的主，海洋的主，能舍弃心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活动？
来看圣诗第300首，圣诗第300首，阮真感谢你，至圣真爱。吼，这首诗歌是菲律宾牧师夫妇因伫咧美国吼，伫为菲律宾遐菲律宾的合一的教会牧会写的歌，所以这个真有菲律宾也是西班牙市民的迄种特色的曲。咱这首诗歌连第1段、第3段甲第4段。阮真感谢你，至圣真爱，你叫阮脱离悲伤挂碍，使我无后悔，托梦行行，欢喜就阮灵的新生命。第3段，永远的生命。接受你呼召，对切心地，对上永我百姓献上，对咱命之面面个拼下。第4段，我不住基督荣耀生命，对忠心心动。改变诗吼，400首。本求主，你带我脚步，这应该是嘛是定在念的吼。这是印尼的这个调，咱练一摆。本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不敢你来行。本求你叫我大我保护，假使我言行偏比是正，但我大志遵守你改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景，对切因全心的人，这是我人生的前望。今日的金丝乐到这，谢谢。这是请咱备满心来敬拜上帝。
求会得到，找会找到，拍门会甲恁开。因为求的会得到，找就找到，拍门的就甲因开。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98首，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请大家起立来吟。这是请咱议员徛咧，咱同心来祈祷。这悬的天父，歹势。至圣至听，享受活命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阮的中间，看顾阮过去一礼拜平安的日子。今仔日是主日，是你所享受圣洁安息的日子。阮众兄弟姊妹，感恩甲渴慕的心来到你的圣殿，要用亲近你来朝见你，由你的圣神亲自降临。吸引阮的目光放下世间的事，专心将敬拜、学乐、甲感谢，拢归伫你的名。主啊，阮也要来到你的面前，诚实来省察家己。过去一礼拜，阮常常软弱，阮的言行、心思意念，可能无下着你的旨意，也得罪你嘛。得罪着别人，求主赦免阮的罪，免阮的罪，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赏赐阮一个清气正直的心，互阮真心得到救恩的喜乐。我靠信神的大能，过去赢过过去一切的试炼，求主怜悯这个世代。消除列国之间的战争，
冲突甲对立，愿你的和平临到充满不安的地区，保守受难的百姓得到安顿，互世界各国的领袖有追求和平的智慧。求你祝福保守阮的国家台湾，求你赐智慧予阮的国家的领袖甲执政的掌权者，互因有远见、公义甲疼百姓的心，想使阮受外来无受外来的威胁，伫主的内面得到实质的平安甲尊严。求你的公义活水灌压阮的社会，消除阮人甲人之间的隔离、对立甲诈欺，也医治阮中间家庭破碎、求助各地正教会，诚做更加严，互阮的社会看见温慈、真实甲关怀弱者的疼心，疼阮的主。阮也要为着你所设立的这人教会来祈祷，求你赏赐阮有合一的心，互长执同工同心服侍，分台教会每一个单位甲团体，也求你安慰扶持阮中间身体有欠安的、心灵有忧闷的，行伫死荫山谷的城镇，愿你亲自医治甲看顾。万军的耶和华，阮的性命嘛需要你的话来养饲，求你的信心加添伫你的仆人，互今仔日阮牧师所讲的一切，每一句话拢带着你属天的能力甲安慰，也求你开阔阮众人的心甲阮的目睭，求你除去阮心内的骄傲。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棍顶伫阮的心，画出基督的荣光。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但愿即时要按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参甲来出声。阮已经的爸，愿你的名显，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日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错，亲像阮赦免互阮的人，无借互阮的叫阮脱离你的歹，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0篇，启应文50篇，是出自以赛亚书61章，咱做伙来启应。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替我去传好消息予善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承认伊是上主所服的子民。即是咱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3首，圣诗23首，得鸟的主，海洋的主，请大家起立来吟。
侪。即时，请咱鸭头做伙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阮正圣徒即时要尊坦你的教示，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伫阮的中间掌权，互阮离开世俗的牵绊，无受撒旦的搅扰，也恳求圣神用血甲阮烧，用灵甲阮洗，互阮的信心搁一摆，搁再火热，生命得到改变。通过所要领受你的话语，开阔阮的眼界，毋单为着家己来活，也是要利益别人。会哪听教诲，会哪听你，求你搁一摆引导阮的心灵，进入你所应允的老年甲密的所在。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要三角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第4章31节到37节。路加福音书31节到37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31节安尼讲，耶稣落去加利利的加百农城，逐个安息日拢有在教示人，因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的稀奇，因为伊的话有权威。会堂内有一个互无清气的鬼神附身的人，伊大声喊：“若识人耶稣，你莫插阮！你来要毁灭阮的是无？我知你是啥物人，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就甲因责备，点点对即个人出去，鬼伫众人的面前甲伊摔倒，就对伊出去，拢无甲伊伤害着。众人真着惊，讲来讲去，伊的话哪会遮厉害？伊用权威甲能力命令车神伊召出去。耶稣的名声就传到四围逐所在。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要请阿萨希万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看这世间》。万里为归。
即时咱要请邱淑珍牧师来甲咱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互受领的去着偷放”。敬听主内姊妹兄弟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嘛感谢咱教会的接纳，互我今仔日会当有这个机会，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嘛用圣经的话语含咱大家做伙来思考上帝要对咱讲的事情。我今仔题目是“互受领一着偷放”。咱若读过，咱会知影这是一个鬼故事。当咱若讲到鬼的时阵，咱会想到啥物？台湾民间信仰相信，伫旧历的7月，鬼魂会当转来到世间，世间热热烧，享受人为因准备的丰盛的好食物。总是一般人对鬼其实是充满惊吓，因为人认为讲鬼会作乱，会搅扰人，会为人带来歹运，甚至因会危害人的性命。所以一般人会想尽办法要闪避因。伫拜拜的祭品的中间有验财，有一种讲法是讲验财，因为伊是空心的吼，是空心菜，所以拜拜的时阵用验财的意思是讲我无心要留你啦，无心留你吼，吃饱就赶快离开。就是基督徒无相信甲7月有关的即款的讲法。嘛有一寡教会主张讲，爱将旧历的7月，来当作是平安月，用基督教的信仰带来的平安，来赢过不安甲惊吓。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嘛提到一个甲鬼有关的故事。经文的内容真直接，伊提到讲，耶稣伊伫会堂内底拄到一个互无前蹄的鬼附身的人。附伫迄个人的身躯顶的鬼，向耶稣叫阵挑战。耶稣伊是用话来互鬼降服，甲迄个鬼对受附的迄个人的身躯顶来赶出去。其实这段经文的信息真直接，也非常清楚。伊在甲咱讲，耶稣伊有极大的权柄，会当降服，互鬼来降服。总是。咱中间毋是每一个人拢和这段故事中间的人物同款，咱毋是每一个人拢有经历过甲邪神还是鬼真正的经验。但是咱来讲，这段经文对大部分无互鬼附的经验，毋捌接触过受鬼附的人，嘛毋捌实际赶鬼的咱来讲。这段经文要甲咱讲啥物？互人真正会恐惧吼，互人真正会惊吓，到底是啥物？其实伫咧准备讲的时阵，我嘛一再想起好莱坞伫1973年吼，因出品一出电影，这出电影是《大法师》。《大法师》这出电影，伊的故事描述的是一个原本真古锥。一个真正常的12岁查某囡仔，好伫个伊互恶魔侵了后，伊家己控制袂牢吼，伊会做出种种真奇怪、佮恐怖的行为。伊不但会规身躯变做是青色的，伊佮会吐黏黏的黏液，伊会无法度控制来讲出有不堪入的一款的真恶毒的话，伊佮会当无去合着某一项物件，总是会当互迄个物件会当来刷位。伊个头甚至会当像鸟头鸟共款吼，360度来旋转。所以这个查某囡仔的妈妈，伊因为伊的查某囝受到鬼附身即款的变化，受到济的折磨。当这个查某囡仔伊的情况变做愈来愈严重的时阵，伊妈妈不得不来请神父来这个查某囡仔吼，为伊来赶出附伫身躯顶的魔鬼。所以因为鬼附，互人丧失原本健全的自我，讲话甲
行动而照常理。一直迄个神父一直咧甲魔鬼中间真激烈的对抗，会当讲是即部电影上界主要的卖点吼。即部电影伫咧就是讲美国上映的时阵，伊捌伫电影以内底引起一阵歇斯底里的集体恐慌，甚至讲嘛有观众因为袂确定剧情的冲击，所以昏倒，有一寡医护人员冲进电影院内头急救的情形。其实伫迄笔内圣经，也是讲伫迄笔圣经，无清楚讲到鬼附的记载。这是伫南国犹大国被爆了后，伫波斯伊二元论的影响的下面，犹太人因的启示文学，伫遐渐渐出现鬼附、甲赶鬼的记载。到伫新约时代，尤其是伫个福音书的中间，真明显将魔鬼定义做抵挡上帝计划的超自然灵界的存在，甚至甲上帝的旨意、甲上帝的计划做对敌的人，嘛是魔鬼的化身。所以当耶稣对伊学生预言伊要受害的时阵，彼得责备耶稣讲：“伊讲主啊，千万唔通。”圣经所来记载讲，耶稣就决断心甲彼得讲：“撒旦，走，退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太爱。”因为伫迄个所在，彼得伊想要阻止的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来拯救人的计划。所以基本上，魔鬼就是讲鬼是无前提的神。所以伫华语的圣经内底，甲伊翻译成污鬼吼。鬼通常是歇伫个旷野，因伫遐所在因的意思伫遐伤害人，以及制造破坏。魔鬼的作弄会造成人的身体甲灵魂破病，会甲人带来歹运甲灾难，甚至会互人丧失生命。所以鬼互人感觉惊吓，是因为鬼是独立于上帝以外，因是甲上帝做立德，因是有位格甲有意志的神，所以因有能力会当伤害人类。受鬼附的人，因之所以可怜，也是讲悲惨，这是因为伫犹太人的观念的内底，魔鬼甲无信上帝是相反的意思，因是无前提的。所以甲魔鬼有关系的人，甲魔鬼有关系的物件，甲魔鬼有关系的代志，嘛拢是无前提。所以因必须爱对社会甲宗教的关系的网络中间受价当。所以受鬼附的人，毋那是因为因甲一般所谓正常人的举动无共款，所以互人感觉惊，嘛是因为即款的人因受超自然的quyền力来控制，因无家己的意志，佮加上讲因受人误解，因互人轻视，因互人孤立，所以因丧失生真侪人即款应该有的尊严甲健全的身体心灵。所以咱会当讲，因其实是失了因受造的时阵原本因身躯顶的上帝的形象。虽然毋是所有的人拢有亲像圣经所描写的，咱有甲无前提的鬼精神，也是讲互鬼附身的经验。嘛伫咱中间，我相信嘛毋是所有的人，咱会当真肯定来讲，鬼是确确实实存在。总是咱也是对迄个鬼看到耶稣的时阵的喊话，以及迄个受鬼附的人的处境来看，鬼其实毋是离开咱遐尔远的存在。鬼有可能伫我的四周围，鬼甚至就伫你我的内心。咱对经文来看，一开始的时阵讲的是
即个受鬼附的人，伊是伫安息即个时阵出现伫会堂内底。即个受鬼附的人出现伫会堂中间，即点有一点仔奇怪，因为受鬼是讲互鬼附身的人，因通常会受拜托，因无法度参与伫会堂的敬拜。即个人伊伫遐喊话讲：拿撒勒的耶稣，你为虾米干扰阮？还是讲你莫插阮？你来是要毁灭阮是无？阮知影是虾米人？你是上帝的圣者。这个话语真显然，毋是出自迄个受鬼附的人，这是迄个鬼的声音。就是讲伫即个经文内底，咱看到迄个无穿鬼、无穿气的鬼，伊认捌耶稣，伊叫会出耶稣的名，讲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伊是上帝的圣者。即个鬼嘛知影耶稣的任务是要来除灭因，就是耶稣来是为着要除灭对着上帝旨意的撒旦的溃烂。耶稣来是为上帝国来做准备的。总是即个无穿气的鬼，伊是虽然出现伫敬拜的场合，伊捌听过耶稣的教导，伊知影耶稣的任务，伊知影耶稣的名是啥物。伊嘛知影上帝的旨意甲上帝的计划，总是伊犹原执意要甲上帝做对着。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知影甲表面上的敬拜，并无代表真正的信仰。另外，搁早时阵的人因相信，名就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吼，一个人的名代表的是伊的性命、伊的个性甲伊的命运。所以知影名，这是对号即个名的人，也是心灵有控制的能力。比如讲，伫出来记中间，摩西伊捌伫何烈山的顶面问上帝的名。摩西问上帝的名，其实是在暗示摩西想要控制上帝。所以，这个出现伫会堂的无穿气的鬼，叫出耶稣的两个名，表示讲，伊虽然认出耶稣的身份，伊虽然知影上帝的旨意，总是伊毋但是无愿意顺服，伊甚至企图试图要控制耶稣。第二项，咱要对即个受鬼附的人的处境来看，一个受鬼附的人，伊是受其他伊外面的困难来控制。即款的人，伊无家己的意志，佮加上讲伊会受到误解、轻视，所以伊伫人际关系顶面，伊受到孤立，伊的心灵拢受到伤害，甚至伊丧失人性的尊严。若是对即个角度来看，就亲像德国的神父古伦神父伊所举出的无穿气的鬼，也是讲这个控制人的超自然的困难，其实就是人生命中间种种的压力、根深蒂固的想法，还是讲不合理的想法，还是讲混乱的情绪、障碍的感觉，无法度通清澈来思考甲分裂的内心。咱可能嘛会当伫顶面搁加错误的价值观、过去的失败，甲对物质、官位、名分、甲利益的追求等等。就亲像我拄则讲的迄个电影伫迄个电影中间有一个少年的神父，伊因为伊家己老母的过身，伊深深责备家己，所以伊其实伊的身份是一个神职人员总是伊早就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当伊在对为迄个查某囡仔赶鬼的时阵，伊必须爱面对伊家己内心的魔鬼。有一个影评人伊安尼讲伫迄个电影中间，其实真正可怕的，毋是迄个查某囡仔受鬼附了后伊可怕，还是讲是无法度甲现实，还是讲正常会当来配合的表现。嘛毋是即个鬼有偌尔歹幸福，
真正可怕的是人的心内对过去遗憾的代志的后悔、无力感甲痛苦。因为，亲像我拄则讲吼，迄个男主角是因为老母过身，所以非常责备，对人生充满疑问。迄个主持迄个赶鬼仪式的遐尼老的神父，伊认为讲有即件代志发生，是因为伊去掘一个古墓来引起的，所以心内面有亏欠。遮个心内的即款的障碍，其实每一个人拢知影。无应该久长摕伫咱的心内底来影响咱的生活，影响咱的思想。总是咱可能无法度通控制家己，咱无法度，所以咱不断伫遐回想，可能参与教会逐款的聚会，对上帝的话语非常明白，对圣经的经句，咱可能背过一句搁一句，咱可能常常将耶稣是我的救主，咱的嘴内，咱可能嘛知影上帝的旨意，甲上帝对咱的要求，可是咱却无即款的气力会当去实现，甚至咱有可能是故意去违反，无顺服，这敢毋是嘛有可能会发生伫咱的身躯顶？含到伫罪恶带来快乐，落日伫自我可怜即款的情绪，稳重伫咱内心的万分悲伤、恐惧不安，无法度通自管，是毋是嘛有可能会互咱失去咱受造的时阵，原本上帝伫咱身躯顶的形象？咱的内心敢有稳重破坏咱的心灵的简转的无前提的心？咱敢有烦恼？咱若是离开咱为咱家己起造所谓安全的城堡的时阵，咱是毋是烦恼？咱若是放弃咱掠准讲会互咱快乐、会互咱满足、会互咱有安全感甲成就感的代志的时阵，咱就会一无所有，咱的人生会无搁明净。其实对这个故事中间，咱看到袂。就亲像耶稣命令迄个压制人的迄个无清气的鬼，对迄个人的身躯顶出来，然后迄个鬼伫众人的面头前，将迄个人摔倒伫涂骹。这是即个鬼所做的，一点仔都无法度通伤害迄个人。所以离开也是放弃目前控制咱的代志，控制咱的物件，咱可能感觉无自在。咱可能感觉碍扰，总是其实伫事实上，对咱造成损害还是伤害。伫路加福音内底，这段经文伊所记载的是耶稣公开传道了后所行的第一个事业。耶稣伊伫拿撒勒的会堂内底读的经文是：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应由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房，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其实今仔日的这个故事，就是为着耶稣伫会堂内底所读的这段经文，耶稣伊为伊的事工所做的宣告，一个实际的例。耶稣赶鬼。互迄个伫鬼的控制的下面，无伊家己的意志，失去甲其他的人的连结，丧失生来做人的尊严的人，会当脱离鬼对伊的控制，互即个人会当重新来得到自由甲新的信仰。耶稣伊降服迄个伤害人、压迫人的性命，互人的性命无完全，甲其他的人。离开也是讲疏离的即款的邪恶的溃烂。若是伫今仔日的处境的中间，咱若是将圣经中间迄个无前提的鬼的作为的特征，即个特征就是伊夺去人的自由的意志，伊破坏人心灵的简全，伊互人
甲群体来计长，伊嘛互人识到上帝创造伊的时阵的迄款的形象。所以即个无清气的鬼，伊所带出来的影响，若是将伊应用到伫咱现代的生活中间，咱就会发现，其实鬼无一定是用可怕的灵体出现，伊有可能化身成做是无看见，总是真大的一款的现代的压制。比如讲内心甲情绪顶面的黑暗的漩涡，也是讲一款无意识的自虐甲遗憾，以及咱无法度自拔的负面的情感，以及咱伫当代即款有一个非常繁盛的状况的下面的隐形的成瘾，以及集体扭曲的错误价值观，以及对信用团体中来看。咱的信用生活中间的冷漠甲伪善，其实遮个拢是经文中间迄个人的耶稣，总是却无愿意顺服的鬼一款的写作。这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思考，敢有啥物款的困力掌握咱的性命？互咱无法度通得到真正的自由。咱相信耶稣伊对四个话已经带来喜乐甲盼望，使咱会当赢过甲上帝做对敌，互咱无法度通活出上帝创造形象的黑暗的势力。咱敢有上帝？咱敢有相信？个话耶稣已经赐予咱主。盼望咱拢会当开启咱的心眼。咱会当诚实，并且勇敢来面对压制咱的，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黑暗的关系。应该是盼望迄个有权柄会当赶鬼的耶稣，会当透开咱、捆绑咱的性命的枷锁，互咱会当对压制咱的困力的势力中间来得到透放，互咱真正会当享受生命的喜乐甲自由。请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形象来创造阮，你就是阮伫天顶的老爸甲老母，总是伫阮的生活中间有有看见、无看见的规律来捆绑阮，诚做阮会当活出你的阳光的生命的塔界。阮感谢你，因为安尼想属耶稣基督来到伫阮的中间，为着阮来付出代价，死伫十架顶来赎回阮。总是阮会本性幽怨心软正的，常常受到诱惑。阮也感谢你，找起圣神伫阮的中间，伫阮每一天的生活来引带阮，来看顾阮，互阮会当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的顶面。亲爱的主，将阮每一个人拥抱伫你的手中。帮助阮会当来放弃遐个捆绑阮的生命，互阮无法度通得到真正自由的黑暗的规律，互阮会当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神的引带，会当活伫你所享受的真正的自由中间，搁一届来恢复阮伫你创造的时阵所享受互阮的形象。愿祈祷感恩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而且因为今仔日是药山新行业的奉献主日吼，所以请容阮我用一点仔时间来为药山新行业做报告。但是要感谢兄弟姊妹，咱伫过去的大道甲奉献，其实药山新行业，互阮伫个阮的事工的顶面，阮计划也是讲执行的顶间，伫个即过程中间无伫到讲受过一个塔界。咱若是有摕到奉献地，也是讲阮的请安书吼，会当看到阮今年的事工的计划以及经费的需求。所以我要特别报告的是，除了日常的经常的事工以外吼，就是讲神学教育以外，有2项代志要兄弟姊妹来报告。第一个是伫
2年前的04、03的地震了后，其实就是讲，玉山神学伊受到台湾国内以及国外真侪教会甲兄弟姊妹的奉献的支持，所以伫即2档的中间，阮完成的部分有建物的迄个修复啦，以及伫地震了后地面的裂缝等等，我已经修补好势。都是因为玉山神学伊是伫山坡特别阮发现讲玉山神学院是顺向坡上面，所以其实就是讲玉神所在的那个山头是在向湖面滑落啦所以为着要面对这款的状况，所以阮伫旧年的寒假有完成的是2015年阮所起的迄个大楼的地貌的加强。真感谢上帝，就是讲。迄栋大楼目前因为伊住伫个迄个公路的甲迄个面的这一边，所以拄形成一个阻挡山头往下滑落的一个重要的建筑啦所以旧年的寒假，阮有完成的是地貌的加强，主要是因为阮知影讲玉山神学伊的潜在的危险，所以阮有聘请专业工程公司伫校园内底几个所在做探钻。阮目前咧做的是咧收集数据啦，阮才知影讲，整个玉山神学院土壤就是讲地层还有那个水流的这种状况，等迄个数据收集比较完整之后，阮才会当知影讲，接下来阮爱做安怎样做，才会当改善这个状况。总是目前有2项非常清楚的，就是阮的夫妇宿舍甲男生宿舍的部分，阮来先做挡土墙所以这部分的工作的话，伊耗时，然后其实也耗费很大的经费请兄弟姊妹继续关心。有另外一项要紧的代志是，伫今年4月份的董事会有通过，要成立一个木架永成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伊的设立的状况，其实有2个真要紧的情况就是讲，其实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下面，拢总有540几间的原住民的教会。总是阮咧做过统计甲调查之后，阮发现讲，对今年开始甲10年后，这10档的中间，有200位的原住民的牧者要退休。所以咱会当发现讲，培养新一代的原住民教会的牧者，变做是非常急迫的代志阮当咧看学生因咧纳学费的状况的时阵，因为玉山神学伊无教育部的立案，所以学生无法度申请那个助学贷款所以阮会发现讲，其实玉山神学伊大部分的学生，特别是大学部的，因无法度伫咧开学注册时阵就将因的注册费交清楚，真侪人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阮伫咧就是讲招生的时阵，教会中间即款感受着上帝对因呼调兄弟姊妹咧鼓励因读神学院的时阵，有个人因会回应讲，伊有感受着上帝对因的呼调，总是因目前身躯顶无钱，所以因会打算是讲先工作几档然后才来考神学院。总是咱知影就是讲时间拖愈久，其实不可测的因素会越多啦有一寡人因可能其实中间伊就放弃，所以为着讲要克服这个状况，阮设立牧者养成奖学金。这个奖学金设立的话，就是讲对今年的9月开始，所有注册的学生拢毋免纳注册费，阮用牧者养成奖学金来支付所有的学生的学杂费。伫即个部分的话，其实当阮伫个教会兄弟姊妹来讲阮即款的意向的时阵，有当时因会安尼甲阮问讲玉山神学院目前阮起大楼的贷款，阁有5100万还未还清所以伫即款的状况的下面，阮来遐尔勇敢，敢做即款的决定。阮认为讲，移除世界大战了后，来讲。尤其是西方的教会，看到台湾原住民的教会需要，佮咱本地兄弟姊妹的支持，咱认为讲为原住民的教会来培养牧者是真要紧的代志。我相信这是上帝开始的时间，
既然是上帝开始的，我嘛相信上帝一定会互伊完成。佮另外一项是阮相信兄弟姊妹的疼心吼。当兄弟姊妹知影阮有即款的决心，要为阮厝边的教会，会当互因伫咧无经济的欠缺下面，会当有较侪人会当受阮厝边的教育即款的培养的时阵，阮相信兄弟姊妹会支持。所以，而且要继续来感谢兄弟姊妹过去对阮的支持。嘛，伫新的年度的中间，邀请兄弟姊妹继续来关心玉山神学院。伫阮从事神学教育的时阵，阮会当勇敢甲上帝讲，上帝你所交托互阮的使命，阮有尽力去做。感谢。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00首，圣诗300首，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请大家起立来吟。谢谢。这是咱要为下面的3项4项同心开喙来祈祷。第一，为玉山神学院教育培育甲发展来代祷。第二，为年中福音地会举行甲郑永文牧师的分享。第三，为亚洲主日，为台湾民主防卫论胜甲亚洲的和平来祈祷，请大家同心来祈祷。这是咱请苏县长陈友全即次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请阮的阿爸爸上帝，求你赐福玉山神学院，看顾因所做的工，特别是为原住民服侍甲神学教育。求你赐福因一切所欠缺的，兴起搁较侪卫星部落，重新传讲救恩的牧者。
为即块土地做盐做光。求你祝福咱教会要举办的福音茶会，引带新朋友，拍开因的心门，互因伫温暖的交流中有你的疼同在。恳求圣神引带阮的语言，互受邀请的人欢喜，伫福音中找到生命的盼望。求你听阮为亚洲主义的祈祷，因为你的教示，阮知决定台湾命运的毋是强权，反倒是你的旨意。恳求你保守台湾的民主甲防卫论胜，伫中国的威胁中，祝福阮平安甲智慧，行你的道路，搁引带亚洲国家合作，追求公义甲和平。嘛恳求你，互受到共产主义威权统治，亲像互鬼掠去的中国，会当得到逃亡甲自由。愿你的国降临，互众人拢会当伫你的公义中和睦同在。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仁爱甲公义的名求。阿门。阿门。是咱来奉献。是请大家记得来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较济，这是咱县开周报通知事项，请我来报告。第一，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院长傅淑斌牧师来遮请安甲报告，并且伫第一场礼拜来讲道，请兄弟一同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即是用拍谱仔来欢迎傅牧师。第二，本会定伫每个月的第二礼拜是规定奉献日，
请兄弟伫奉献柜仔摕家己的奉献地，若是无家己的奉献地，也是需要个人奉献代买的，请行政部门也是办公室来制作。圣经有教示咱讲，每一个人拢应该按照家己的心愿捐助，无丢除无勉强，因为上帝欢喜乐意奉献的人。第三，亚洲主日6月第2个主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定关怀亚洲纪念主日。今年的题目是伫衰败的加速中，海产的创造面渴望救赎，是要引带人对咱的环境危机甲人类的困境的关心，并且为着亚洲区域的安全，为着尚有侵略野心的中国来大倒。第四，设教130周年奉献，感恩奉献。今年是本教会设教130周年，咱要举行教会巡礼，出版历史的刊物，任务是制作纪念品、历史展览。11月要举行特别礼拜，11月22号要举行设教130周年感恩礼拜。爱参亲切发表会，转播的费用，预计是130万，请大家来关心大道，并奉献感恩的奉献。第五，济南教会2026年年中福音大会，济南教会年中福音大会，要体验上帝的疼，邀请大家来参加。主题是生命中有必芳，光才会照入来。时间是6月14号下晡1点半到3点。伫咱的大礼拜堂，讲员是咱的郑永文牧师。下日2026年儿童营要来报名，欢迎兄弟来邀请国小的学生来报名。另外，营会也需要备餐的同工、辅导青少年同工。若是有意愿要参加的，请林世宏长老也是办公室来报名。下面营会的时间内容，请咱家己看。第七，祝福台湾基督会暂停一摆。即摆因为拄着端午节，所以来暂停一摆。第八 ，TSCM 主旗营会，这是台湾基督徒学生运动主旗营会。题目是家园沦陷，灾难来了要安怎？请即是欢迎即个学生以及社青来报名。日期甲即个内容，请咱家己看。番茄消息也请咱家己看。具体消息：林朴斯长老安孝释怀。林朴斯长老5月31号伫加拿大多伦多医院民主温调，女婿88年，伊捌参与 YMCA 国际年轻社甲教会的服侍，愿主坚固伊所做的工，并愿主来安慰伊族。第二，廖振兴牧师安孝主怀，廖奎祥长老的父亲廖振兴牧师6月2号伫移民总院民主温调，女婿82年。廖牧师12岁决志献身，20岁受派担任传道师，担任嘉义基督牧会首任的牧师，开拓台北永安教会担任平安园总经理，协助解决财务问题，并且甲制度化。退休了后，又原伫本教会甲弱势的教会来义务来服侍，愿主坚固伊所做的工，并愿主安慰伊族。
规划礼拜是伫个6月20号12点，伫台北怀爱馆景行楼1楼至中视厅。个别礼拜是伫个6月21号下晡1点半，台北咱的节人教会大礼拜堂。下面教界消息，本期事工，请咱家己看。下面要请郑永文牧师来介绍新朋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感谢胡秀斌牧师今日代表各山新人来甲咱请安。请咱继续关心即个原住民的新人教育。拄仔伊有提起2项要紧的事工咧进行请咱为着这关心大道奉献。咱今日有一位来宾对华人来这美香老师的朋友贾万华姊妹贾万华请兄弟啦彼此请安这是咱做伙来吟要变诗，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诗线，请区牧师来教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赞，引带甲众兄弟姊妹三甲离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请坐。灭岛美会新朋友，甲需要代祷的兄弟，请到前庭有牧师、长老甲同工为你来介绍甲代祷。其他的兄弟欢迎到中庭来参加地饼会来交期。